被称为客家国歌的客家本色，用啦啦队的歌舞方式呈现。表演者几乎都年过半百，还有祖母级的。编舞的教练吴俊义受委托时，原本毫无意愿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妈妈有拿很多客家的音乐给我听，也要我去编排。那我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根本就是对我来说，我根本不会想要去听这样的东西。你没有兴趣？对，没有兴趣。这个客家年轻人对传统产生拉扯，妈妈指导了合唱团，找擅长跳舞的他，想做什么能做什么。2、3，很好，因为我很想发挥嘛。例如说，我也希望说动作能够加快一点啊，然后加上一点，例如说地板动作好，在地上滚啊、翻一下等等。前辈们用拼劲说服了他。1、2、3、4，安枪哦。哦，所以老师称赞他们真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要这样子旋转，然后要定位，对，不动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强哦，很厉害。那你们说什么？欣赏什么你暗自 say 哦，跟老师谢谢。用尽力气克服挑战，吴俊义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年轻人也比不上的热情和活力。我们这个团员也不是一定的客家人啊，应该是说快乐啊，就是来这边找快乐，大家让感觉就是相处很温馨的感觉。希望加入更多年轻有活力的因子。这个创意合唱团，一群人共同努力，都希望能够成为大家接触客家文化更好的桥梁。很强哦，什么你暗自 say？ 很强哦，什么你暗自 say？